我们这样对待会员，是不是不太友好啊？啊，那个林先生，既然你也是我们马场的会员，你为什么不早说呢？另外还有就是，我们任何的规章制度里边都没有说过，我们的会员拥有可以随便玩我们工作人员车轱辘的权利啊。林先生，真是不好意思了啊！不好意思啊，林先生，把你给弄疼了。你说你没事儿掀我车轱辘干嘛呀？我那车轱辘哪有那么好玩啊？别问了，好吗？你们别折磨我了，给我2天时间啊！2天以后，我肯定给你们一个圆满的答复。行，我同意。你看，戴上眼镜能看清吗？哎，中，请接受你的礼物。你当你是土豪金啊？麦克也太有创意了。只要你喜欢，我什么都可以给你。这上面有你的口水，好恶心！你以前挺喜欢我的口水，但我现在恶心。好，我插了 N